你们一定很好奇，像我这样的歌手跑来这个地方做什么？这样，然后除了就是也有想红的部分以外，就是我也想要改变。嘿，对。然后每个人想要改变的事情很多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凭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这个就是重点啊。就是我们都很害怕那个现在这种集会啊、游行啊的活动，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多就是被聚集起来的活动都有炒作的嫌疑，然后台湾的新闻永远都在，你知道，就是鼓吹人要去讨论什么啊，鼓吹人要去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思考的人都会很害怕随波逐流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人与人在一起，有时候是一个真的比一个人的心灵可以做出对这个社会更大的改变的力量。然后我下面要唱的是一首英文歌，然后这首歌跟这个歌手一直都影响我很深，他叫做吴彦仁。然后我要唱的歌叫做《La La Love》，然后我想要送给我祝福的这些人，还有他们在做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台湾到了一个阶段，政治虽然还在吵吵闹闹，但是终于有了一点可以有一点点新的秩序的开始。然后我们现在不算那么愁吃穿啊，或者是不用那么担心台湾的有没有未来。我们有未来，只是还不知道它会是什么，但不至于到没有未来。所以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期待台湾的现况可以更好的人，不要害怕做出选择，然后也不要害怕去思考一些你觉得那个天高皇帝远的事情，因为台湾很小，小到你不需要不关心别人，自己才能够过得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像美国的话，纽约去管德州真的是很遥远的事情，对。但台湾的人其实是那么紧密的在互动，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跟另外一个城市啊、另外一种人有关，所以我觉得多思考是好的。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希望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啊，对。你可以不用唱山地歌，你可以不用常去台东玩，但是你可以在台北做的事情是把这样的资讯给散播出去，告诉他们其实有一些事情关心就可以有串联的力量，让台东的年轻人，尤其是在台北打拼的年轻人，明白投票的重要性。倒不是投给谁的问题，而是不要轻易的浪费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然后你如果多去思考一点，你就会发现，新闻上面在报道的这些政治人物拥有最大的资源，可以去传播自己。但是很多真的能做事，或者是真的带着一些理想，然后他可能代表了一个族群，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尤其是年轻人有多一点的参与跟多一点的关系。然后当年轻人愿意做出选择的时候，这就是舆论最大的价值。然后我希望越来越多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对。所以请把消息给散播出去，让他们知道，不只是有没有一个新的候选人，而是有人有新的思考，而这个思考除了选举以外，它在更多的一年365天都需要被实践。然后不管是台东还是台北，其实台湾人与人之间，就是人的权利这件事情，都已经到了要改变的时候。好，我自己讲完了。然后聂日亮就说，这首歌词呢，就是在讲要改变一些事情，他们现在的样子是需要很多的爱的。然后无论你现在身在何方，我都希望能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人与人之间最需要的其实是连结跟互相感动，而不是就自觉于社会之外。然后这是我最喜欢聂日亮的地方，然后拿这首歌跟你们分享。